大家好啊，笛寵樂阿陳。呢度就係香港嘅屯門啊。咁啊好啦，香港屯門呢，就係我住嘅地方。呢度係上面上山直望過去，一路直望過去，就有一條叫做彩虹橋。咁啊，彩虹橋下邊有間石屋，其實係一條村有間石屋，我就係住喺嗰度。好啦，呢度下低呢，就係我哋屯門市中心的士西鐵站屯門站嘅一條繁華街。以前呢就好興旺，咁啊而家呢就不同嘅商鋪變咗就少咗啲人咯。不過如果係買生果啊、水果啊、菜啊，同埋啲日常用品呢，都係好多人嘅，叫做新墟街市。好啦，今次我要出發上一上國內做啲嘢。講到呢度啦，多謝晒，拜拜，下次見。